呢度只係一個結構老化嘅工業大廈，鋼筋外露嘅殘破廢墟，每一個唔完美嘅原始地貌，都係一場空間覺醒嘅起點。呢個係一個超過1萬尺嘅商業住宅項目。第一步，我哋打破咗傳統工裝嘅沉悶，引入 Cyberpunk 嘅未來視覺美學。我哋運用咗長虹玻璃嘅半透光感，同埋深淵鏡燈嘅無限透視，將有限嘅位置極致延伸。天花用咗波浪紋嘅不鏽鋼，配合翻暗藏式無主燈槽同埋線性燈效，展現未來感。客戶都要求我哋可以做出一個高端會所級嘅款待，同埋展現企業實力嘅場地。我哋即刻演化成為第2個維度高端會所級接待展覽館。我哋利用咗大量具備秩序感嘅格柵天花作為美學嘅鋪墊，一體化圓弧動線燈條，好似流水般貫穿整個場地，用流體美學無限延伸整個空間感。細膩嘅幾何線條打造咗星級寫字樓嘅奢華門面，商業設計嘅最高境界。第3個方案，我哋回歸自然，打造星級共享綠洲。地面選用咗我哋百年門地專屬嘅黑金剛 SPC 地板，魚骨拼法鋪設，瞬間奠定咗空間嘅奢華基調。我哋用咗有機嘅綠植、溫潤嘅木元素，喺緊湊嘅商業佈局入面，為都市繃緊嘅節奏解鎖，盡顯無可比擬嘅人民關懷。翻嚟現場，呢80秒嘅真實記錄，拍攝咗最原始嘅狹窄走廊、殘舊嘅牆身同埋壓抑嘅大堂。呢個就係點解我哋不惜成本，喺短時間之內推出3套完全唔同維度嘅優質方案。由大膽嘅牆體清拆、空間動線嘅重組佈局，到硬裝基礎改造，百年門地係有能力將一個冰冷、殘舊嘅工廠大廈跨界打造成頂級嘅高級會所、科技視覺展覽區，或者全港最有競爭性嘅星級共享辦公室。我哋嘅設計靈魂從來唔局限於溫馨嘅家居設計、精準嘅全屋定製或者專業嘅地板翻新。面對超過1萬尺嘅商業巨浪，我哋依然能夠用最挑剔嘅工藝、最誠實嘅施工細節，幫每一位客戶喺有限嘅預算之內，創造出驚豔市場嘅奢華商業資產。空間無分大細，工藝無分家商，將你嘅空間交俾百年門地，我哋幫你兌現超越想象嘅美學價值。